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管家，欢迎收看9月2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台南到今年7月统计，老人人口已经接近29万，其中伫年龄65岁以上到2万外人，一档增加。所以政府为了减轻照顾者的负担，特别是爱照顾失智甲失能的家属，由卫生福利部疗养院系统所成立的第一间日间照顾中心，上午正式揭牌，希望达到就近服务效果。请揭牌。但是第二间由部立的病院所成立的，嘛是全国疗养系统第一间日间照顾中心，上午由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甲市长吴伟贴等贵宾正式揭牌启用，来应付民众照顾长辈需求，减轻照顾压力。而占地将近100平的空间，相当的清幽舒适。目前已经有13位平均80岁以上的长辈进驻。部长嘛亲切甲所有长辈请安问好，场面相当温馨。院方表示，以后将加强长辈复健训练甲营养的调配，提供专人的照顾服务。我们目前主要是针对长辈的部分，主要是做生活功能的一个维持。未来希望能够做一些有关于赋能的部分，还有维持它的一些那个健康促进的一些活动会再进来。那所以在未来部分，我们会结合卫生福利部嘉南疗养院，会有关于就是一些医护执行社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这个医事人员的一个介入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在长辈的规划，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他们的一些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功能啦，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目前收治的长辈，其实主要都是90岁以上高龄的个案比较多，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一些年老的生活上，不只是可以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政府为了拼长照2.0，伫中央甲地方的合作，台南市除了今年底希望达到37区拢日间照顾中心的目标，中央嘛积极宣传1966专线。希望达到服务得伫厝边。有当时伊就知影，但是咧伊就歹势用，也是毋知影要怎用，也是感觉无好用，而且伊就无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区长啦，我们地方的重要的人士在这边很多，那怎么样发挥我们邻里互助的效能，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多跟他接触，然后跟他讲有1966这样的服务，甚至于能够帮他来联络。让服务能够到家来，那这样的一个长照悲歌就会减到最低。我们看到长照，看到这么多老人家需要帮忙，就知道过去只是一味发钱的政策，事实上已经走到一个瓶颈了。那我们不应该为了选举而发钱，但是我们却应该为了照顾老人家而提供更多的资源，不管是送餐，不管是日照。不管是喘息，不管是长照，我觉得其实都值得政府用更多的经费来投入。为了打起超高龄以后的老人社会，精神专科病院嘛投入服务的行列，就近照顾邻近地区有需要的老人。等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明年总统甲立委选举，台南地检署全国首创结合市立病院共同来举办反贿选活动。伊的做法就是伫药袋顶面印上反贿选甲检举的专线来宣传，相当特别。台南地检署为创新反贿选的宣导，鼓励民众踊跃检举贿选。今年首次结合医疗体系，做伙反贿选。23号中昼，伫台南市立病院举办活动记者会，由地检署检察长林景春、甲社团医疗体系副总裁摩连瑞、台南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民共同主持。因为咱咧看病上讨厌迄个病毒、细菌，对不对？咱台湾的政治这个贿选就亲像病毒甲细菌咱在座真侪长官拢遮无闲。我们做医界也能够帮忙消灭这些病毒跟细菌，好不好？呼峡
够秉公，防卫为将来。我们希望能够我们为后代子孙创造一个廉人、公平的环境，让每个后代的子孙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有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在这边能够永续的发展。现场出席还有卫生局长、调查处、警察局、甲政风处等单位，双方将反贿选甲检举的专线手处印伫个民众看诊的药袋啊，一天预估将近1万个药袋啊，初估到投票日，大约有110万个反贿选的标语对着药袋啊宣传，会用个讲是全国的首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溪寮第一摆有强庙甲学校合作举办光厝走溪寮，邀请国宝级的师傅以传统的古法来打造大型的草厝，让民众体验先民伫水患来时甲厝光咧走的艰苦。伫南兴国小传统的跳古镇闹热表演，溪南寮光厝走溪寮的活动，22号正式登场。包括市长黄伟哲、文化局长叶铁山，甲侪位中央地方的民意代表，拢到场见证，并且体验先人伫个水患的时，将厝光咧走的艰苦。在91年前，由于曾文溪水暴涨，所以造成许多民众必须回避这个溪水的这个淹水，所以必须把他们的家，甚至他们的社区，甚至他们的公庙都得扛走。那这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需求，可是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特别具有意义，也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说先人奋斗努力的过程。那也很感谢我们这个新安宫所有的好朋友，以及所有棒坡的宫庙，也感谢我们文化局以及所有社区的参与。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传统民俗的一部分，也变成社区的盛事，更是文化保存的标的。过去咱专门去溪流会因为大雨，咱整个溪流会安尼乌白挂，所以乌白走向，变成咱所有咱的乡亲都爱跟着咱这个德龙厝，然后照着咱这个溪流安尼来走向，所以这就是一个过去的生活的水质甲伊的生活的状况，所以我相信这。咱一定爱利用着咱无共款的时间地点，将咱这个传统在地文化一定甲保留起来，因为这代表咱在地精神，爱一代传一代，互咱少年囡仔嘛知影咱过去咱的先民甲咱的祖先是偌尔辛苦，这块土地咧生存咧生活。主办单位溪南寮兴安宫主委黄登伟表示，过去安南区因为地势较低，伫个91当前，溪南寮地区因为遭受闸门溪的水患。全村的居民以人力的方式，将所住的草厝搬到距离溪岸1公里的现址。现在为体验先民的辛苦，特别邀请国宝级的师傅打造这间草厝，办理光厝走溪流的活动。伫个91当前做一个大水的时阵吼，规个庄就是透过咱这种文化，规庄烧饭盘走溪流，然后安尼然后光开现有即摆这个庄头。伊个18号较光起伫即马目前叫新结庄，咱即马来感染即个文化，就是讲咱先人趁这水遮困苦的情形下，咱阁有法度将即个规庄来迁来现有即个所在，透过咱先人的慈悲，甲咱庇佑，伫迄一厝的迄个光就走溪流，大家拢安全平安。咱来遮做第生根，透过咱今年，透过咱逐个先人的辛苦，咱最主要是来追溯即个。辛苦的过程，通水的活动，互大家认识这个文化，来推广这个文化，互咱下一代来认识这个文化，更加来实施这个文化，疼惜咱这个土地，较是重要。活动分2阶段，上午由溪南寮甲新结庄的社区居民、国宫庙联谊会成员共同体验，包括市长甲民意代表嘛拢亲自参与，并扛起草厝来走溪流。2项这是开放一般民众报名参加，互大家做伙光厝体验先民伫个避水患的精神，嘛互少年的一代会用个更加认识在地文化，疼惜这块土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伫市政府经花局的积极推动控庙相关的府中街假日市集，目前的消费已经全面拢是用行动支付，无咧用现金。除了希望打造全台首创的行动支付一条街，并且办活动宣传，民众只要伫9月28到10月27消费，也阁有机会抽到大五星级饭店的好康。位伫个全台首合孔庙对面的府中街假日创意市集，伫个市府经发局的推动，目前30档拢全部倒入行动支付，成为全台首创具有行动支付示范的市集街道。包括市长黄伟体甲这位民意代表、商贩发展协会，拢大力支持，为行动支付一条街来宣传。台南的孔庙是全台首选，台南的孔庙商圈是全台商圈的行动支付的第一炮，也就是全台首刷。那我们觉得，其实在这部分，一方面创造我们的商机，但是一方面也有历史的意义。我们很开心，孔庙商圈的商家的配合，也很感谢这个台南市经发局的协助，能够让这个行动支付落实这个蔡总统所说的这个行动支付这个下乡的第一个商圈。那我们很开心，将来会持续努力，希望因为这样子创造更多的商机，让市民消费更方便。配合活动的宣传，相关嘛将伫个9月28到10月27，一个月的时间举办行动支付消费1点的抽奖活动。只要消费满50就有1点，一满3点就有机会会用抽到5星级饭店的住宿券。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台南旅游，用行动支付，阁会用抽大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第13届由上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其中社会组第2场的初赛，20号暗时伫环江庙前展开，会中总共60名参赛者竞争激烈，年纪对幼稚园到55岁拢有，最后由施耀清以一首《问天》摕下第1名。伫北区定兴里自家妈妈的舞蹈热情开场，社会组第2场初赛正式展开。这场总共60位选手，要选出8名进入总决赛，竞争激烈。嘛，请侪贵宾甲观众到场替因加油打气，包括立委陈天辉、议员沈振东、嘉龙界、北区区长李煌新、安南区长叶志明以及侪里长拢到场，场面相当热烈。今仔日特别无共款，天气特别好啦吼。天气特别好的时阵，就是大家可以发挥长才。所以伫遮嘛希望讲，我们这个双子星吼，会当讲甲咱地方非常的接近，嘛希望会当这个用社会的力量，把我们这一个区块做得更好。互咱的社区更较好，包括很多的一个社会服务，拢会当透过着咱想组成优转电视的平台吼，这个也是我们徐总这个好未来啦吼，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平台频道，可以透过我们这些社区的平台频道，然后来做宣传、做宣导，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知道咱政府宣导的概念、甲咱的政策。看大家安尼伫这个时阵1年1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啊！我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最主要是美美款品啦。吼，我是因的爱用户，用甲准自伊创办到即马呢，我拢无停。吼，中华电信搁较安那优惠就对，
我绝对拍死无走吼，继续支持。所以伫遮真欢喜即个活动遮尔健康办遮尔侪档，会使讲，互咱台南市呢，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啦。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月黑风高的日子，也是非常适合唱歌、适合外面享受音乐响宴的日子。所以祝福各位好朋友们今天都能拔得头筹，得到最好的成绩。那最重要呢，还是要祝福大家越唱越美丽，越唱越帅气。咱歌唱比赛吼，咱的歌唱。伫咱的联合国内底来讲，伊讲能够促进长寿的一个上介好的运动啦，就是唱歌比赛。吼伫遮呢，咱上主请除遮咱经理讲的吼，从咱的有线电视的迄个品质做了真好以外呢，伊嘛真有心来回馈到咱的地方，互咱爱唱歌的所有朋友吼，有一个会使发挥的舞台啦。主办单位今年改变报名方式，只要是有线电视的收视户无限户籍，拢当报名参赛，所以增加侪新人。年会对幼稚园到55岁拢有。最后初赛成绩出炉，第1名石耀清，第2名苏玉如，第3名谢丽娟，第4名黄丁赞，第5名郭泰兴，第6名苏伟翔，第7名王旭之，第8名王胜元。另外出2名优胜1蔡欣怡，优胜2周义任，前8名分别取得今年总决赛资格。糟蹋阮半小时，我的心你搁要受担起，我安怎过日去？你对阮来创治。骄傲无实是要安怎陪秋天？主办单位表示，中青组甲社会组所有初赛拢顺利完成。10月26号，伫台南文化中心将进行总决赛，嘛邀请民众到时做回来听好歌、抽电视大奖等好康。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21号上午举办108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大会，今年总共有14位得奖者接受表扬，场面相当温馨。108年台南市好人好事表扬大会21号上午伫个罗岗娱乐中心来举行。今年总共有14位得主，分别是杨正达、吴志宏、邱素兰、黄南海、王建元、尹仲平、蔡慧珍、宋玉桃、杜淑娟、王宗贤、甘志堂、邱惠美、吴富珍、林宏一定，分别接受协会甲市府议会颁奖表扬。我们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自从民国92年承担了我们市政府公部门选拔我们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的这个重担以来，本会一直很努力的把我们台南市真正的好人，把它发掘出来，以尽社会扬善的责任。我们今年也一共决选出14位的得奖者，这14位得奖者长期在我们社会不同的领域默默行善、热心公益。他们的善行义举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有一颗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心。我们在外面不断的在了解各个阶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民意代表，但是他也一样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在关心着。我相信这才是社会的温暖，这也是我们今天刚刚黄群荣理事长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是我们赢了多少人，是我们做了多少好事。这些都是保障，都是你我换不掉，而且也没办法能够用金钱换来的一个价值。出席的贵宾除了有得奖的家属，另外还有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全国好人好事协会秘书长，嘛拢前来祝贺。14位得主涵盖各行各业，有开发建设、音乐家、会计师、烘焙业者，因拢是长期伫个社会上热心公益，点点啊行善，帮助人的义举亲像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为了减轻弱势家庭学生因读册负担，并且鼓励因上进，台湾需要天坛商务办法专区对国小到高中的青汉学生奖助金，今年25届总共120间学校956位学生受到帮助。台湾手表天坛对民国84年办理青汉奖助学金的发送，到今年已经进入第24档。这届奖助学金包括高中加国中小，总共有121间学校，956位学生受惠。伫个颁奖进程，天坛董干事嘛带领所有学生向玉皇上帝来行做敬礼，代表感谢，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长陈新辉，甲这位民意代表，拢到场为小朋友来加油打气。我们956位同学能够在这个脱颖激烈的竞争里面脱颖而出，得到我们守庙天坛的奖学金，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守庙天坛是我们台南的最大的守庙，我们孔子是我们孔庙是全台首学，我们天坛是台南首庙，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个奖学金的颁发是大家集众人，各位董监事以及社会各界的这个捐款。能够这个发出来的，总共发了340几万那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努力，也非常感谢各位社会各界的一个捐书。台湾手表天坛25届奖学金的颁奖典礼陈门黄市长教育局的郑局长来家颁发给咱优秀的同学，我感觉。对于天坛来讲，我嘛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天坛会让接到善男信女的关系，来做一寡社会公益，做一寡来帮助咱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阮介大的心愿。台湾手表天坛表示，每年申请的奖助金拢是一寡家境较清寒、有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不过这个囡仔拢真捌代志。嘛真用功读册，只要是纳袂起学费，庙方拢抱着处置实方、用伫个实方来帮助弱势。今年总计发出354万的奖助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伫个社会资源的帮助下，会用个继续求学，未来嘛会用个帮助更加侪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在是这份有是好天的天气，温度24度到28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9月23号中嘉台南新闻，咱再会。